Hello Hoffman，我係 Uncle Calvin 啊，知道你就嚟6歲生日啦噃，所以 Uncle Calvin 特登拍呢一段影片，同你分享一下我平時到底係點樣製作 YouTube 影片嘅呢？你睇下呢度就係打燈、鏡頭同埋字幕機嘅地方。另外呢度就有2支好大眼嘅燈，等我哋嘅拍攝場地成個都會變得好光猛。當然唔少得，因為要做好靚嘅動畫效果，所以有呢一個綠色嘅背景啦。6歲生日係咪既開心又興奮呢？而且我知道你9月亦都準備要升小學啦噃。Uncle Calvin 喺呢度祝你生日快樂，亦都希望嚟緊嘅暑假你可以玩得好開心。最後 Uncle Calvin 仲有一句說話想同你講嘅，豬豬生日快樂，拜拜。